这是大家好，我是丹津丹达，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现在呢，我已经隔离结束，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一集呢，我们来学跟隔离以及呢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藏语。隔离呢，在藏语呢叫做 surga，surga，sur 呢是边边角落的意思 ，ga 呢是阻隔、阻止。阻断的意思，所以呢 surga 的意思就是说把你阻隔在边边，阻隔在角落，不让你跟人群接触。surga 就是隔离，所以如果我现在正在隔离中，我可以说nga tanda surga de ye，nga tanda surga de ye，nga 呢是我，tanda 呢是现在 ，surga 是隔离。的就是待、坐、住的意思，约呢是有，所以我tanda surga de ye就是我正在隔离，我现在正在隔离的意思。那如果要简单的讲，也可以说我tanda surga in，我tanda surga in，in 呢是，所以我tanda surga in 呢，就是我现在呢是隔离的状态，我现在是在隔离中。那我隔离结束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了，我们可以说我surga de cai，我surga de cai，de 呢是得的过去式 ，cai 呢是完了、结束的意思，所以我surga de cai。就是说，我已经隔离结束了，我已经隔离完了。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呢，在藏语叫做多一内样，多一内样，多一呢是冠状的意思，内样呢是传染病、瘟疫。那另外呢，有人会说多一年人，多一年人，多一是冠状。年人一样也是传染病、瘟疫的意思，所以多一年人指的也是新冠病毒这个疫情。那肺炎呢，藏文呢叫做罗威年测，罗威年测，罗哇呢是肺，一呢是的，年测是发炎，所以罗威年测就是肺炎。那病毒 virus 藏语呢叫做年森。年薪，年薪。那在台湾要 check in 的时候呢，必须要出示起飞前72小时的核酸检测结果。那在杜拜中转的时候呢，也是要出示这个结果。那在印度降落的时候呢，除了要出示这张报告以外呢，我们在机场也要做核酸检测。所以呢，做检查、做检测，藏语呢叫做搭界节。搭界节，搭界呢有观察、检验的意思，节呢是做，所以搭界节呢就是做检查、做观察、做检测的意思。所以不管是抽血检查、验尿、健康检查、快筛、核酸检测，反正只要是检查、检测，都可以叫做搭界节。搭界节。另外呢，达赖喇嘛尊者在讲法的时候呢，时常会讲到，对于我们所读的经典呢，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好好的去检验。对于一个讲法者呢，不要马上以指为上师，要好好的观察他，要好好的检视他。所以这边的观察、检视、检验也叫做搭界节。搭界节。俺了前两日囊水早上可这样吧，囊水呢送下来。给外些人给参与可这一步，第一的写了起来，你确实俺就有多呢，参与的长嘛上大些才些，参与长是多呢，你拉面都是啥，参与长原面嘛些呢，全长都是啥，全个抓人去，拉面都是小要嘛的，得2个要的。但前边的现在的可能让给，给龙大刚看上去。实际大的实现到来不到了，我一个老菜开始明显的，现在的可能给就是送的话，给龙人，大概那些个开发者人，在这个去了同党员的就这里，实际设了呀，这都section的，
스키자 달순 차반나 시체니 최를 비게 당자 저거레스 당자 챤니 아니 좀전에 코란게다 숭리야 당자 챤 도수 연두 뭐나라 아니 그게 김전 담버지기 다 통치 이지 아니 연구도나 아니 내셔디 냠내치스 대도 송도가那检查做完呢，要去拿报告，要去拿检测结果。检测结果呢，藏文呢叫做主제，主제，主呢是成立的意思，제呢是果实果，所以呢主제呢就是结果。好，所以呢考试考完的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呢，也可以叫做主제，主제。印度的疫情现在非常的严重，它扩散的非常的快，蔓延。扩散的藏语呢叫做 kapde， 就是蔓延。由于疫情呢日趋严重，所以政府呢采取了宵禁、行动管制令、封锁等等的措施。这些措施呢在藏语呢叫做 tembang gaya。tembang gaya。tem 呢是果 tem， 就是呢门的上下两块横木，所以它可以指门楣，也可以指门槛。邦呢是阻绝、阻止的意思，所以 tem 邦呢就是阻止你跨越门槛，阻止你离开家里，阻止你离开家门的意思。gaya 呢就是命令。一个公告的命令，所以 tembang gaya 呢就是行动管制令，一纸命令呢阻止你离开你的家门，跨越门口半步的命令 tembang gaya。那另外呢，有的人会说 kimdu gaya，kimdu gaya，kim 呢是家的意思 ，du 呢是待、坐、住，所以 kimdu 呢就是待在家里，住在家里，不能出去。gaya 呢，刚才讲过的是命令，所以不管是 kimdu gaya 还是 tembang gaya， 指的都是呢不可以离开家里，要待在家里的命令，所以呢可以拿来当成宵禁、封锁或者是行动限制令。那现在世界各国呢都在接种疫苗，疫苗的藏语呢叫做 ngongo mankap，ngongo mankap。ngon 呢是之前、前面的意思。国呢是熄灭、灭除、消除 ，ngon 过其实就是预防的意思 ，man 呢是药 ，cup 呢是针，所以 ngon 过 man cup 就是预防针、疫苗的意思。那有些时候简单的讲 ngon 过，我们就知道是在讲疫苗。那另外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些预防措施呢，藏语呢也可以叫做 ngon 过 ，ngon 过。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surga nga tanda surga de yö nga tanda surga de yö， 或者是简单一点nga tanda surga yin nga tanda surga yin nga surga de cha yin nga surga de cha yin多一Neyam， 多一 Neyam， 多一 Nienrim， 多一 Nienrim， Niensin， Niensin， Lowi Nienzel， Lowi Nienzel， 大姐姐，大姐姐，主제，主제。Kapdel, tembang gaya, tembang gaya, kimdu gaya, kimdu gaya, ngongo mankap, ngongo mankap， 或者是 ngongo。好，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这是的嘞。